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捷运有乘客防擦着伤。昨尾仔5点外，一个女乘客伫咧石牌仔站坐椅仔咧等车，一个身份人嘛是一个女性，举刀行活来，为脚趾片甲拄落去。当场这个火是流到规涂骹，未少咧等捷运的乘客嘛拢着青惊。相反是当场防压制，伊阁趁机会甲刀仔弹落粪扫桶。讲这个女嫌犯的情绪是真无稳定，已经奉送士林地检署。若受伤的女乘客，脚趾片有3公分的刀伤，已经出院了。这份的柜台涂骹出现真侪火，乘客拢叫惊到，唔敢活过。就算变数过，涂骹嘛是还好，但无啊火。昨尾暗仔5点多，一份下班下课人济的时间点，竟然有人摕家私甲人堵。有点吓到，就是血迹很多。经过，然后就看到发生事故了。当时一个陈小姐下班要坐捷运回去，坐伫咧椅仔等车，后壁叫身份人摕利器攻击。陈小姐倒边肩胛头出现3公分的刀伤，送到病院治疗。嫌犯随叫民众压制带落路骹，不过伊煞趁机会甲家私拼掉，等到警察到场，伫咧粪扫桶内底找到犯案的工具。警察到场，遂将嫌犯铐起来。做笔录时，伊吞吞吐吐，唔申请犯案。根据了解，嫌犯无头路，过去捌负诈欺前科。本分局员警当场逮捕林女，除查明动机外，将依刑法伤害罪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。嫌犯甲家私藏伫咧朋友内底，随机攻击杜宾众。台北捷运讲会依法罚10万，目前先送到病院观察，等待伊的精神稳定，才去移送到士林地检。哈那陈小姐已经出院，台北市长蒋万安讲堂会，第一时间要求减班，警察嘛爱加强巡逻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